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昨花莲的大地震，消防人员继续咧搜救，空勤直升机开始空投物资吊挂救援。另外，六关市的搜救队计共200人，嘛准备要入去到中横，要去救经营饭店的员工，也有去爬坠落高度的游客。 空勤直升机飞来到灾区的空中，搜救人员旋落去到矿区展开作业。4月初3大地震造成花莲县和平甲和宁矿区有真侪人受困。初4早起，直升机载425公斤的物资来到和平矿区空投。另外一方面，也甲矿区内底一个死者的遗体，甲另外6个工人送出来。工人表示，伫地震迄当阵落落来石头，那像是庆忌共款，敢若会当秘伫个沙包后壁。哇，那个石头太多了，像哇。 像子弹一样啊！哎呀，从上面这样，不知道跑哪里啊！哇，我们都怕沙包，哎，我们就都在沙包后面了。消防署搜救队初3暗时入去到台北线，伫影仔口环卫部附近救出11个受困的民众。对，我们要点名一下，等一下碰到哪边那上一站。哦。 初4早起，计共有6个特殊队200个人，伫个公路局太鲁阁公务段集合，入去到中环山区，要甲救曲洞泵坑内底受困的29个天祥经营饭店员工救出来。目前无人机也翕到民众伫现场的状况。另外，也有甲部落湾16个爬坠落古道的游客平安送落山，对着台北线道路抢通，陆续有受困的车辆出来，住客提醒沿途路况是真危险。所以还是蛮危险的。 如果要进去救援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小心。它这个沿途当中，必然还是会有那个失联的那个民众。那我们已知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尽量的把人员呢能够顺利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，目前已经知影菜楼附近有落落来土石，据苏花太管处下底崩塌，道路中断，管理处附近的道路损害要30公尺，灾情陆续传出来。消防署特殊队强调，无排除也阁有失联的民众，会尽量把握时间来抢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